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魔术，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陪和平的人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天无穷尽，就是伫大必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打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这个事。点睛，咱即时请林吉春弟兄一家来点大港节第4期的仁爱蜡烛。今仔日，咱要来点大感谢第4支蜡烛，代表上帝所赐听的恩典。我来点烛以前，咱来复习大感谢蜡烛所代表上帝恩典的意义，就是光芒的光、和平的光、欢喜的光。互咱记得上帝的疼。圣经甲咱讲，因为上帝疼世间，互耶稣来出世。玛利亚也因此学了上帝疼甲良善。因为上帝疼咱，咱也着去疼人。耶稣来，互咱知啥物是疼。咱是这世代耶稣学生，耶稣要咱相疼，亲像伊疼咱。第4支蜡烛也显明上帝疼咱，咱也着亲像安尼去相疼。全体会众的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对阮的疼痛，又差你的囝来教示阮相疼，帮助阮记得疼永远伫咧该甜位。圣诞快乐，耶稣疼你。咱三甲来吟圣诗赞美，圣诗第55首，着听天使的。
请大家犹原徛着，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31篇，暂时嘛是诗篇127、128篇，伫圣诗后面第1055页，我来启，请兄弟来应。主体若毋是上帝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暗暗才困。上主所疼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志地爸爸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安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当世间人伫罪恶中无仰望的时，你将拯救的信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带予世间人。天上因为安尼产生变化，互阮感受到主耶稣降生的意义，就是改变人的困难。万物因为耶稣的降生，忧伤变欢喜。善车人得到激励来拍拼。单亲郁郁如你的人，得到生存的勇气来突破困境；破病的人增加恢复健康的信心；失败的人恢复斗志，站起来得胜；失业的人看见新的可能性甲机会，人受转化，人生改变。整个的宇宙世界。拢因为主耶稣的降生，充满仰望甲欢喜。愿这个圣诞好日子带予阮坚定的信心甲勇气，带予阮谦卑甲温柔的心性，带予阮新生命的活力。愿阮时时迎指主耶稣降生伫阮的心内。祈祷恳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圣经，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8节，伫国语和合本圣经第2页，台语汉语本圣经伫第1页。我来读。当希律王的时，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
有几人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出是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倒落？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才来要拜伊。迄个王听见就背北，通耶路撒冷也是安尼，就组织正祭司头甲百姓间的经学士问因。基督就伫什么所在出世？因甲伊讲，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记载讲，犹太的伯利恒啊，伫犹太这个头人中，你拢毋是第一世，因为要有一个人领军对伊出来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对安尼，迄如暗箭雕博士对因详细查迄个星出现的时，就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探听迄个婴仔的事，找着就来甲我讲，互我也通去拜伊。因听王的话就去，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就险伫迄顶面。第10节，因看见迄粒星，欢喜到袂得国地。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拍落拜婴仔，开因的宝盒，献礼物互伊，就是黄金、乳香、蜜药。搁伫迷茫中得到指点，甲因毋通倒转去招群希律，就对别条路转去本所在。因转去了，有主的天使伫约束梦中出现，讲起来，带婴仔甲伊的老母出去埃及，住遐。甲我甲你讲，因为迄日要找婴仔来灭伊，伊就起来，透暝带婴仔甲伊的老母去埃及，住遐。到迄日死，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讲。我捌调我的囝出埃及。迄时，希律知，互博士失去，就大生气，找人将伯利恒甲周围所有的查甫囡仔，照伊对博士详细查的时，凡那2岁以下的，一尽抬。安尼应验早托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讲伫猎马听见声。体口搁大相比，猎家靠伊的囝儿，毋过受安慰，因为因无去。以上，咱请圣歌队来赞美。圣诞的光辉在哪里？有时我看不到它。是的，世间有各式各样圣诞的声音和音乐，可是跟你我有什么关系？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呢？寻寻觅觅，坎坎坷坷，跌跌撞撞。是不是可以不用流浪，可以歇一歇呢？答案在哪里呢？
就亲像伫旷野过洋的人，搁忝，搁跣，老无希望。有主的阳光要照着你，免惊吓。今仔日我要报互你大欢喜的好消息，有一位救主为你来出世，世界三角欢喜。霹雳型的明星到底有偌光呢？伊要驱散你心内的黑暗，天白的痛到底有偌深呢？伊为了疼你，想死伊的独生囝，这买做来的婴仔，要互你真正的平安。安尼的疼，希望你来体会。Oh,
这个世界纷纷扰扰，有时候好像看不见光。你听过吗？有一位救主，他是瘸子走路，瞎子看见，使卑微的人成为尊贵。他在旷野开道路，使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他是黑夜的光，照亮相信他的人。
收啊！朋友，这份礼物里面有满满的平安与喜乐，有困难中的扶持，失望忧郁时的安慰。可是只有你自己接受，谁都替代不了。朋友，收下它吧。咱即时来请本会主题林世浩牧师来正道，题目是耶稣降生真平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过一摆有机会通倒来堂教会，甲正兄弟做伙来庆祝圣诞节。我算算已经有至少15冬无伫堂教会过圣诞节。对2005年去读圣学以后，后来去华联到即马，已经有15冬、16冬的时间无倒来堂教会伫遮过圣诞节。所以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会通倒来家己补会，甲大家做伙来庆祝圣诞节。拄仔嘛想到过去侪伫教会过圣诞节的情景吼，
我想到过去有伫这礼拜堂拄起好的时阵，伫2楼头一摆伫即间教会过圣诞节。迄暗我会记得有何妈妈，就是何凤章长老的妈妈跳那个日本舞，嘿。后来伫4楼过圣诞节的时阵，我红梯伫遮跳天鹅湖。每一年拢嘛有学青团契的戏剧表演。我想伫这中间有侪会看到感恩的代志。伫分享的进前，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会通做伙伫遮来敬拜你，嘛伫遮做伙来庆祝主你的降生。愿主你通过接下来时间办长棍，会通来通过你的话语以及进道，办长棍搁一摆来思考，到底主你的降生有啥物款的意义？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恳求，阿免。今仔日是好，安尼好。我想今日圣诞节吼，应该足欢喜的，所以但是要请各位兄弟，虽然咱即马有迄个社交距离啦吼，社交距离的限制，总是你前后左右的人嘛是讲一声圣诞欢喜，祝你平安。我想亲像拄仔所讲的，每一年咱伫教会庆祝圣诞节的时阵，拢足欢喜的，有侪真好、真水的回忆。拄仔圣歌队的献诗嘛真水，我想真感动咱每一位兄弟的心。拄仔伫遐听到圣歌队的学老的时阵，互我有真大的感动。通过遮个诗歌，提醒咱主耶稣的降生带来平安，带来救恩，带来真正的欢喜快乐。但是，我拄仔嘛发现，伫拄仔所献唱的诗歌内面，其实遮个诗歌拢有一个有几条歌拢有讲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平安伫倒落？也是讲，即摆的咱其实拢面对大的真侪无共款的大细细的困境，也是不安。譬如讲，拄仔有一条歌，伊的歌词安尼讲：远远，到底到别人的迄个路有远？甲你是讲伫问讲，咱到底真正会通去找到耶稣，找到这个救主，得到迄个平安的路，到底有远？搁有，这世界茫然无从，切切盼望天上真光。这敢毋是即马咱的感觉，甲也是处境嘛？这个世界有侪侪混乱的代志，有侪侪互咱感觉敢若无方向、无目标的状况发生。到底对天、对上帝来情根，什么时阵会像真正来照伫这个世间，也是咱的性命中间呢？所以，就亲像今仔日进道的题目，耶稣降生真平安吗？
耶稣的降生真正是平安的带来平安吗？我想伫咱的四位犹原发生侪互咱足不安的代志，敢毋是？咱犹原看见伫这世间有侪人伫受苦，敢毋是？比如讲过去一年，咱拢面对武汉肺炎所带来的不安甲惊吓，全世界有6000万人得到这个病，其中有至少差不多要170万人因为安尼就过身。甚至这些人过身的时阵，伊的亲友是无法度甲伊做伙行生命最后的这个时间的，只有隔离，无法度见伊最后一面。当然，咱台湾是较安全，要感谢主。但是，咱中间敢有人会通把握这款的安全的状况，会通一直维持落去吗？大家敢会惊讲有一天，可能身边的人就成做迄个传染的来源，互咱得着病。譬如讲，最近咱看见大部分受感染的是外籍移工，咱伫堂有侪外籍移工。我毋知遮个外籍移工经过你的身边的时阵，你敢会足惊讲啊？伊若是酷扫的时阵，伊敢是迄个带原者，我着受感染。因为即个病，因为即个肺炎，嘛造成有人伊的工作拄着困境，伊的薪水减少，伫遐放无薪假，甚至有人就因为安尼失去工作，嘛失去伊的收入。伫咱的四位，不只是武汉肺炎所带来的不安，咱搁爱面对的是伫这世界。侪所在犹原继续发生战争冲突，譬如讲，咱甲中国，逐个月拢有战机飞来。我住伫华联，华联有空军基地，我逐工拢听到 F16伫遐飞。即摆听到 F16时阵，战机的声音的时阵，就想讲，敢是中国的战机搁飞来遮，搁来。扰乱咱的台湾，佫有啥物款不安的代志？可能这个代志，有诶代志是过去就发生，只是伫今年，伫过去这个时间继续发生，互咱的心有压力，感受着不安。譬如讲，有人自杀。我是一个足热爱日本的一个人。过去一冬，日本有侪明星自杀，互我足艰苦的，想讲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为什么有遮尔侪人自杀？嘛有人伊的亲友忽然过身，拄好这几日，我一个学生，伊本身就是一个单亲的家庭，照顾伊的是妈妈，总是伊妈妈前几日伫故乡出车祸。过身去啊！我这个学生本身阁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阁有血癌，每年的年初阁爱手术，结果想照顾伊的妈妈，就安尼无去啊！我想到时阵足艰苦的，我嘛会问讲，到底上帝你的心意是啥物？阁有人。拄着意外，譬如讲火烧厝，我想这是我过去一年上有经验的代志。因为花莲大专伫去年的年底火烧厝，即马因为是细厝，所以我爱甲厝主来处理这个和解问题。讲总是和解无啥好势，所以即马要去法院来处理这个代志。我相信可能在座兄弟你。无一定有拄着遮尔困扰、遮尔麻烦的问题，也是代志，也是总是伫恁的生活中间，我想应该嘛有其他互恁感觉不安的代志吧。当我拍开咱教会旧报的时阵，看到咱教会各位兄弟大多数项，有人为着家己的工作祈祷，有人为着健康来祈祷，
有人为着家己的子孙囝儿的健康会通平安顺遂大汉来祈祷。我咪想讲，敢有可能伫遮的大多数项的背后，其实拢有不安，就不安，身体敢有可能无法度恢复健康，就不安，家己的囝儿、子孙会拄着什物款的状况，无法度好好来大汉。安尼看起来，耶稣降生敢真正带来平安？安尼想起来，敢若伫咱的生命中间，犹原伫面对侪款的不安，侪款的困境。咱伫教会每一年的圣诞节遮尔欢喜的庆祝，无论是圣诞宴会，也是圣诞的感恩学老的礼拜，伫遮所感受到的欢喜快乐，是真正的欢喜快乐，也是这个欢喜快乐只是亲像吗啡？大家敢知影吗啡？就是得着病痛的时阵，注射吗啡，互你暂时袂痛。到底耶稣降生的平安，敢真正有伫咱的生命中，伫这个世间来发生吗？实际上，这个问题嘛，同款出现伫拄仔咱所读的马太福音第2章。耶稣的降生，伫马太福音第2章的记载内面看起来，其实嘛带来侪不安。当同行的博士来问希律王讲，有迄个拄仔出世的犹太王伫倒落，阮要起来去拜伊的时阵，希律王真有可能是足尴尬，甚至是生气的。迄个状况就好亲像吼，有人来到同教会，看到我。问讲牧师伫倒落，牧师伫倒落，我着穿乌衫，穿牧师的衫，为虾米我问讲牧师伫倒落？敢若对这个博士来讲，伊无承认这个面头前这个希律王就是犹太人的王，反倒阁问伊讲：犹太人的王伫倒落？拄仔咱所读的经文，确实有讲到希律王是不安的。其实希律王本身伊毋是大比王的后裔，所以照理来讲，伊无可能成做犹太人的王。总是因为伊伫战争的中间救迄个罗马的凯撒大帝的命，所以罗马帝国就奉立伊成做犹太人的王。伊成做犹太人的王以后呢，伊是非常的积极来建设规个以色列即个犹太的地区，譬如讲。伊就起一个圣殿，这个圣殿的规模比所罗门王所起的迄个圣殿搁较大。伊嘛起造一个王宫，称做罗马帝国第3大的王宫。看起来，这个王希律王是一个好，敢若是袂歹的王，遮尔积极的建设犹太地区。但是，就有可能伊安尼做，毋是因为伊想要做一个好的王。是因为伊想要坚固伊的官位。为虾米安尼讲呢？因为希律王以后来足惊伊的丈母、伊的太太、伊及伊的3个囝会篡位。希律王为着保全家己的官位，就将伊的丈母、太太以及3个囝拢杀死。罗马帝国的皇帝嘛安尼形容希律王，伊讲吼，做希律王的弟吼。比做伊的囝搁较好，咱会感受到希律王是遮尔款残忍的人，为着家己的官位不惜一切。所以咱嘛看见，当希律王通过遮个博士知影讲有一个拄仔出世的犹太人的王降生的时阵，伊就想要将这个王找出来，因为伊知影这个王的存在会造成伊的官位。威胁，总是后来博士无转去，甲希律王讲到底这个新的王伫倒落，所以咱就看见希律王就将所有伫伯利恒2岁以下的10个囡仔拢杀死。这囡仔敢有足无辜的？
而且咱会想到的是，不只是遮囡仔足无辜，遮囡仔的家庭嘛足无辜。可能伊的爸母种足欢喜的期待，即个囡仔会通大汉，总是忽然之间，因个囡仔拢互迄路王杀死。我嘛想象，若是有一天，遮个家庭知影讲，因个囡仔互迄路王杀死是因为耶稣的关系，遮个爸母、遮个家庭内面的人，敢会足怨恨耶稣以及约瑟、玛利亚，甚至是上帝。看起来耶稣敢若逃过一劫，无互迄路王杀死，但实际上耶稣也无啥好过，因为咱看见耶稣真细汉的时阵，就真做难民啊。伊伫真细汉的时阵，就甲伊的爸爸妈妈约瑟、玛利亚秘到埃及，即个真凄惨的所在。伫即路上，因爱经过旷野，伫旷野有可能拄着无水、无食米的状况，反倒会拄着的是野兽，也是强盗，才会威胁伊的性命的物件。虽然因后来真顺遂来到埃及，秘伫迄个所在，但是各位兄弟，换做是你敢袂想念你的故乡？因敢可能就好亲像即马伫咱台湾对东南亚来到台湾工作的遮个外籍移工，也是伫世上，咱看见，譬如讲伫欧洲吼，有对土耳其，有对叙利亚来到欧洲的遮个难民共款。伫迄个所在，互人看做是麻烦；伫迄个所在，互人受到人无公平的对待。换做是你，各位兄弟，你敢甘愿甲耶稣共款，诚做难民？经文讲到，当耶路撒冷的人知影有新的犹太王降生的时阵，伊的反应嘛毋是甲咱同款是欢喜，因反倒是不安，伊嘛同款是不安。就可能是因为因期待，因确实直直期待有一个救主，有一个拯救者会帮助伊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总是伫耶稣降生之前，早已经有几人为人讲啊，我是弥赛亚，我要来引带大家得到上帝拯救。总是遮个人拢受罗马帝国的消灭，所以对遮个人来讲，有可能呢，因会想讲，这个新的王，敢有可能阁是一个失败假的救主？当然嘛，有可能遮个有住伫耶路撒冷的人，因想到的是啊，有新的王降生，总是。即摆嘛有一个王叫希律，因拢知影希律王的即个个性，足残忍、足暴力。敢有可能希律王知影即个代志，阁要造成一场腥风血雨，阁要造成真可怕的灾难呢？可能因为这个关系，互住伫耶路撒冷的人，随梦知影耶稣降生，总是拢足不安。当然，看起来，照马太福音第2章的记载，确实耶路撒冷的人的不安拢发生了。遮个无辜的囡仔受害受苦，因的家庭受苦，耶稣本身以及伊的家庭嘛受苦。安尼看起来，耶稣降生，敢真正带来平安吗？安尼看，敢若是一个问题，但是咱嘛需要去看见，伫今仔日咱所读的马太福音第2章的中间，不只是不安，其实同时嘛有上帝恩典、上帝救恩伫迄个中间显明。咱看见当时上帝保护对东方来的博士，互因成做第一个见证主耶稣的身份甲使命的人。这个博士对倒落来，因真有可能是对即卖的伊拉克、伊朗这个所在行1200公里的路，来到以色列，来到犹太这个所在来找耶稣。伫这路上爱经过什么所在？什么款的所在？
沙漠、旷野。伫沙漠中间，敢有 7-Eleven？ 无啊，毋是哦，我即摆喙焦啊，我去找一个 7 就有水通啉，无啊。到底什么所在有绿洲、有水泉？什么所在有食物？毋知。伊嘛共款伫路上会拄着强盗，也是野兽的伤害，而且伫沙漠迄个日时甲暝时的温度差足多，互人真容易就会破病。有遮尔侪危险，而且你只有靠迄粒车来去找耶稣，伊无亲像咱即马有 Google 地图，这路上都是危险，因拢必须要去冒险，才有法度去找到这个拄仔出事的犹太人的王。总是我相信是因为上帝保守带领，互因会当平安的来到伯利恒，找到耶稣。来条件伊，而且献上3项礼物来证明耶稣的身份。这3项礼物是黄金、乳香、抹药。黄金代表是主耶稣，伊是君王的身份，因为黄金伫迄个时代是只有国家王宫才有的物件。乳香是圣殿所使用的物件，这可能是要指显明耶稣确实是上帝，是上帝的囝。抹药是膏抹伫过身的人身躯顶面来防腐防臭，有可能是要对这个来暗示，主耶稣要为着所有的人来牺牲伊家己的性命，来完成上帝拯救计划。就可能当博士献上这个礼物的时阵，约瑟甲玛利亚看见，竟然有遮尔贵重的礼物送予家己的囝，而且目对这个中间来显明上耶稣的身份、耶稣的使命，就可能互约瑟甲玛利亚更较确信，伊真正通过上帝的使者所听到的，这个囝要拯救众人，显明上帝甲众人相隔伫地。嘛，以这款的确信，互约瑟甲玛利亚愿意接续来顺探上帝的指示，保护这个囡仔，帮助伊。带伊来到埃及，免受到希律王的这个威胁甲伤害。嘛，对安尼，互上帝拯救的行动会通继续来进行。咱嘛看见上帝继续来保护耶稣的一家人。当博士找到耶稣以后，上帝使者伫梦中指示这博士，你毋通回去找希律王。以免希律去找到耶稣，上帝嘛约瑟来显现，爱伊紧紧带玛利亚甲耶稣避到埃及去。我想这一切毋是因为上帝足偏心的，只为伊爱家己的囝，是因为上帝必须爱拯救这个伊所创造总是互罪恶、黑暗、暴力所伤害的世界，为着要互上帝为着要互家己的拯救计划会通继续来进行，所以伊这个时阵必须爱来保护耶稣。而且咱嘛看见耶稣后来嘛诚侪人民，等伊转去到以色列的时阵，伫迄3冬的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伊嘛面对侪的受苦，后来是钉死伫十字架顶。对安尼，互上帝拯救会通来显明，互众人，互这个世界会通来领受上帝的拯救，互上帝所喜爱的听和平、公义、欢喜，会通真正伫这个世间慢慢来实现。所以上帝这个时阵必须来保护耶稣以及约瑟、玛利亚。其实伫这个中间，咱嘛看见上帝毋是创造这个世间以后，就无要插这个世间。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反倒等上帝看见这个世界继续有无好的代志发生，有邪恶、有暴力，总是上帝注意这个代志，上帝关心这个代志，关心这个性命，所以伊干涉在这个当中，保护耶稣
嘛，互家己的计划，即个拯救的计划会通继续来进行。这是咱伫经文中间会通来看见，虽然有侪不安，但是上帝迄个要享受这个土地平安的计划，继续来进行，完全无受到阻碍。同款，虽然咱伫生命中间，咱伫生活中间会拄着侪款大细的不安，但是敢有可能上帝的平安？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显明的平安，其实有缘嘛伫咱的生命中间来进行、来显明的。各位兄弟，你会通想看觅，伫过去一冬，甚至伫你的生命中间，伫什么款的时阵，伫什么款的代志顶面，你去经验到上帝所享受的平安？而且平安不只是一种感觉就舒服的感觉，其实伫圣经内面所讲的平安，意思是迄个完全完整的性命，以及完整和好的关系，迄个叫平安。所以咱伫教会互相，咱会互相请安讲平安平安的时阵，不只是祝福对方你万事顺遂、事事如意。平安欢喜，嘛是祝福对方你的性命，以及你甲众人、你甲家己，也是甲上帝，也是甲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和好的，是完整的，无欠缺，无失落。若是安尼看起来，照这个意思来看，各位兄弟，你伫过去的一冬内面，伫什么时阵？有经验到这款的平安的，就拄仔我讲到去年的年底，阮花莲大专拄着火灾，真正足麻烦。我就会讲笑讲，祝福你凡事兴旺，但是不包含火。但是伫过去一冬。阮花莲大专嘛，经验着上帝真奇妙的恩典甲安排。阮原本无法度，其实伫东华大学的附近有一间教会，就是志合长老教会。几年前，其实阮有伫遐借教会的所在来聚会，但是后来因为一寡原因，就无法度伫遐聚会。阮只有开钱细厝来找聚会所在。但是火灾以后，因为上帝感动，上帝带领，互阮会当过一摆甲志合教会合作，重新去建立迄个和好的关系。阮看见阮的学生不只是参与阮花莲大专的团契聚会，嘛参与伫志合教会的服侍礼拜，甲志合教会的阿公阿嬷做伙伫遐礼拜，做伙服侍。虽然这间教会的人足少，只有10个人。但是，阮看见有一个新的关系出现，这敢是平安？这敢是上帝恩典？当然，各位兄弟，你可能无一定有拄到这款的状况，也是这款的例，但是有缘邀请各位兄弟，你会通来想看觅，到底。你伫过去一冬内面拄着什么款，有经验到什么款上帝所享受的平安？其实我想会通通过主导文来思考，咱有经验到什么款的平安？伫主导文中间有讲到，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咱有工作会通做，咱有收入。咱会食，咱会穿，无欠缺，这敢是平安？当然有时阵，咱会拄着困难，伫生活中间拄着困难，会烦恼，敢若钱无够，无钱会通买厝，等等的。但是咱敢有可能嘛？伫这中间经验到上帝通过咱无想到的方法，也是人，诚做咱的帮助。来
经过遮个困难的，这敢毋是平安？过来，主动文讲到下面管的辜负，亲像管也下面辜负管的人。咱有侪软弱，咱有时伫有注意也是无注意的中间得罪人、得罪上帝。但是咱经验到上帝下面，会通平安的坐伫这个所在来礼拜，这敢是平安？咱会通虽然有侪软弱，有侪的限制，但是咱犹原会通伫这个所在，伫教会内面来服侍正兄这，我相信这嘛是上帝所赏赐的平安，互咱会通通过这款的方式，继续甲上帝建立迄个和好的关系。拄仔有讲到平安的意思，不只是迄个心中的感觉，嘛是咱甲上帝、甲人敢有好的关系。各位兄姐，你甲你身边的兄姐，也是厝内面的人有好的关系，这嘛是平安。当然，咱有时阵会跟咱的亲友，也是教会兄姐同工有冲突，有意见无共款的时阵，有冤家的时阵，甚至冤家到足无想要看到对方的时阵。但是因为上帝带领，互即款破碎的关系有机会得到和好，互咱会通去原谅迄个伤害咱的人，也是咱得到别人的原谅、赦免，这嘛是平安。伫即款关系和好的中间，其实咱的心内的甘苦，其实会渐渐的失去，对迄个甘苦的中间得到讨白甲自由，这是平安。接续主导文讲到，无得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什么是咱生命中的歹？可能咱受到的是苦难，咱受到的是意外，是痛苦的代志。我想咱中间有兄弟今年拢无拄到意外，这是平安。当然，咱中间有兄弟，你今年有拄到意外，就亲像我，也是我拄仔所讲迄个学生。但是咱伫这中间，若是因为上帝恩典甲同在，无因为遮个痛苦的代志来离开上帝，无因为遮个代志来伤害家己，也是伤害别人，这敢是平安？甚至咱伫遮个痛苦悲伤的中间，去经验到上帝的安慰，去经验到咱身边的兄弟怎样的陪伴、安慰、照顾、关心，帮助咱慢慢会通来面对遮个痛苦悲伤的代志，慢慢对遮个困苦的中间行出来，这嘛是平安啊！所以各位兄弟，你伫今年遮个最不安的中间，你敢有经验到平安呢？当然，等来到今仔日的经文，咱必须要承认，遐个互迄路王杀死的囡仔以及伊的家庭，确实有得到保护。就好亲像咱看见即摆的世界，咱的身边，譬如讲我拄仔所讲我的学生，我会感觉讲上帝，你敢有保护我的学生？为什么互伊伫遮尔还未20岁的时阵，就拄着遮尔侪困苦的代志？上帝，你敢真正有保护伊？但是我想，遮个代志，毋是要来否认上帝的拯救，毋是来否认上帝拯救，毋是讲上帝拯救是假的。遮个代志，我想有可能是反倒是要来提醒咱每一个人，这个世界确实互侪的邪恶、罪恶、暴力是来伤害。这个世界真正需要上帝的拯救，互迄个平安，互迄个欢喜，真正有一天会通完全的伫这个世界来显明。若是安尼，其实咱做基督徒的，就必须爱去关心、注目
看遐个受苦的人。咱不只是伫这个所在欢喜快乐，讲哦，耶稣降生足欢喜的，足快乐的，甚至有的教会办摸彩吼，摸到头墙，足欢喜的，足快乐，哎，上帝祝福我。其实咱伫庆祝圣诞节、庆祝耶稣降生的时阵，敢有可能嘛是爱邀请咱每一个人去关心伫咱身边、伫这世界受苦的人甲代志。而且耶稣本身嘛受苦，伊嘛做过难民，伊最后是钉死伫十字架顶。等咱来关心这受苦的人的时阵，其实嘛是伫关心耶稣呢，因为耶稣嘛是受苦的人。所以，咱庆祝圣诞节，不只是爱来追求迄个欢喜的气氛、平安的感觉，也是要来也不只是爱追求咱个人的性命的富裕，也是信仰的成就。咱更较重要的，相信嘛是爱来关心遮个有需要的人，遮个受苦的人。伫迄中间，服侍因，上是嘛是服侍主耶稣基督。其实，咱庆祝圣诞节，不只是因为耶稣对咱来讲最重要的，所以爱来庆生。其实，咱庆祝圣诞节，阁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做伙来听候陪伴主耶稣过来。主耶稣过来，代表的是迄个充满公义、平安、欢喜，无阁有痛苦、悲伤、死亡、目屎的新天新地，要来实现。各位兄弟，你敢有期待即款的世界显明？也是你会想讲啊，我即摆安尼就足好诶，足舒适，安尼就好啊。若是咱会感觉讲，即摆安尼就好啊，安尼足舒适诶，就有可能其实是咱无去注意到，伫咱诶身边，甚至伫咱诶生命中间所发生遐痛苦诶代志。咱真正去注目去看遐个受苦诶人诶时阵，甚至关心咱家己诶时阵，应该会互咱真正去望迄个完全无痛苦、悲伤、死亡的世界，会通来实现伫咱身边以及咱的生命中间。对安尼，咱会那较无需要上帝拯救显明。我想这是咱做伙庆祝圣诞节一个更较重要的意义，不只是耶稣对咱来讲最重要，嘛是因为咱身边的人。包括遐个咱明白也是无实在的人，所受苦的人，因对咱来讲嘛最重要。咱嘛望上帝平安，有一天会通实现伫伊的生命中间，实现伫这个受到罪恶、暴力所伤害的世界中间。望耶稣的降生，真正带来平安。伫不安的中间，咱感受到平安。伫不安的中间，那搁较来望迄个真正有完全平安的上帝的国度，新天新地，真正会早早来实现。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虽然伫过去的一冬，阮拄着侪侪不安，但是阮嘛领受着侪侪对你所来的平安，互阮今仔日会当坐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愿你的平安临到阮的生命中间，临到咱的教会，临到桃园，临到台湾以及世界。搁较愿望是你的平安会通临到遐个受苦的人甲代志顶面。伫这个所在，阮做伙来孝念、纪念遐受苦的兄弟姊妹。愿望主你的平安会通早日伫这个世间完全的实现。愿每一年的圣诞节，阮不只是做伙欢喜快乐，嘛是搁一摆提醒阮每一个人，要来愿望追求上帝你所应允迄个完全的平安的上帝国。愿你帮助阮。继续伫这个道路顶面
即个目标来逃走。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咱三甲来吟圣诗回应，圣诗第65首。天父可怜世人艰苦，请起立吟全首。请做奉献，咱请柯明伟这首、顾启芳这首来书献。
请起立，三甲来吟奉献的诗。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大家来读两遍。伫圣书表下面，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守侍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魔术、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领军。以赛亚书9章6节，请。咱请现在周报第一页，下周事工的人员分配，甲下面的教育部的课程，主日学自习的时间，咱家己来参考。请现在周报第二页，周间各团契的聚会，甲下面的教会小组的聚会时间地点，咱家己来看。第三页。咱各区小组大导事项，咱家己来看。现在周报第4页，咱顶周的奉献明细，暂时若有错误来，请办公室来更正。周报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日。为大港节第4主日，由林杰春兄弟一家来点大港节第4期仁爱的蜡烛。本周为退休团导师奉献主日，请为其事工来大导奉献。咱请团福会副委员吴传英长老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我本身当然是伫咱新德中会受派啦做咱新德中会团络会的代表重点是咧关心咱遮退休的牧者，也是在任的牧者，有譬如讲死实、艰苦白疼，也是。即个简单讲就是讲，像譬如讲我这3年内底，有经过真侪牧者，过身，咱即个团络会就包即个慰金，有一个慰金来，伊来安慰因，也是讲有手术，去马街病去对答，我会代表即个团络会去探访，也是讲像咱遮即个牧师娘，每一档有办一个年会，阮遮委员拢爱去帮忙斗骹手遮退休的牧者，或是咧做遮团伙，就是咧做遮事工，即互咱知影。当然，
咱拢知影牧者就是伫教会咧牧会，吼，咧牧养咱的性命。退休了，当然，讲起来讲较伫生活方面，就是爱有一个，咱普通时，咱教会拢有一个，这2个月的对总会、团伙会负担金，这就是要帮助牧者。总是安尼还阁无够，伊迄1个月是顶半期，交1个月，下半年交1个月，就是咧下半年，迄就是讲咱讲做退休激励金吼，将来帮助牧者退休了，有一个稳定的退休金，简单讲就是安尼。头前这就是讲，包括即个身体检查、团体保险，佮发即个每1个月拢有只安养金嘛，咱遮老牧者的退休牧者伫遮咱就知影，拢是咧发遮帮助遮牧者就是讲退休了的生活。无像讲咱这一般社会人安尼共款，有诶趁钱创啥有无都袂当买一间厝，创啥？牧者要买一间厝，有当时嘛真困难啦。咱讲实在买一间厝，怎啊像真咱无一定拄有法度啦这是互咱做参考。所以咱旧年即个为团伙会，即个退休传教士奉献61600块所以代表团伙会伫遮甲咱传教的说多谢咱知影伊这拢每一年的12月份安排伫第3礼拜，都好简单讲岁末年冬啦互咱想起遮一寡退休牧者。目前咱台湾遮退休牧者拢总头600户啦包括牧师弟也好，还是牧师娘弟也好，有600几户啦所以拢爱逐个月付遮退休牧者安养金，爱一寡老师事故还是嘛是爱帮衬无够欠缺所在希望咱大家做伙来关心咱的牧者，嘛是咧关心咱做主的囝儿应该对牧者的迄个尽心啦以上报告，多谢。咱今日中昼的圣诞爱餐，请会友尽量准时11点半，甲进这个餐厅。咱全庭所有人员来带喙罨来取餐，商人甲来宾尽量留伫6楼遮来保持社交的距离来用餐。其他的会友尽量分散到7楼。各教室内底保持社交距离来用餐。下主日12月27第1、第2堂一礼拜，咱会举行圣礼典，请兄弟预备心。下主日咱会举行2021年中职团契首长就任式名单敬请赏阅。长老余志平、林章洲，执事穆桂英、李应灿、萧素娥、刘廷圭、邓亚忠、黄慈辉；双人团契吴传兴；夫妇团契林章洲；妇女团契尹丽芳；社青团契黄慈辉；得胜者团契陈素妍；圣歌队陈维明；敬拜团王珍慧、周求社。彭胜峰，下主日咱中午12点，伫个701会议室来召开小会，请新旧任的小会员来参会。会后来煞开2021年1月份的定期中职会，请新旧任的中职出席参会。小会消息，咱这个教会的防疫的新生活，当天的防疫的专案的规范。进入咱教会内底，请一定爱佩戴喙罨，请伫1楼的时阵来量测这个额温，来喷酒精消毒双手。温度若是超过37.5度的，身体若无爽快，建议倒去厝的休困，来看线顶礼拜。进入礼拜堂以前，请一定爱来刷卡，也是签名卡片若是遗失的，请去6楼办公室来补发。教会消息，年度的结束日，敬请本教会各单位乡长、甲兄弟若要奉献，也是要支出请款的，
请伫咧12月27中午12点以前来完成。第二点，若是有买订买即个圣诞歌的兄弟，请去办公室来领取。第三点，2001年1月到3月份新眼光，让你的心随主飞翔，欢迎兄弟到办公室来领取。第四点，桃园教会6零关怀据点12月23上午9点，伫701来举行，欢迎社区的长老、长辈，甲即个少年团体来参与。具体消息，本会第4任黄西川牧师，伫个12月18，就顶礼拜5，伫高雄凤山教会来举行个别礼拜，愿主安慰基督。咱请小义哥来介绍甲补充报告。好，大家平安，我是小义哥哈。今仔日咱教会有几个新朋友，咱即马来介绍哈。首先，我们来欢迎林巧慧、翁廷礼应该是夫妇。哦，很好啊，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好，请坐，谢谢你们。那再来是周宝贵弟兄吗？姐妹，对不起，周宝贵姐妹，请问您可以起立让我们？哦，好，她在里面是不是 ？OK， 好。再来是刘怡君姐妹，好，我们欢迎你。好，请坐。那还有2位，一位叫刘美兰，一位叫刘燕欣，有在我们当中吗？谢谢。好，请坐。那以上的这几位新朋友，我代表桃园教会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来祝你们圣诞快乐啊！啊，接下来咱介绍今仔日的讲员吼，我想讲，大家已经足实在这位牧师吼，咱的4号牧师，感谢伊今仔日带来这个信息，互咱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吼，感谢主。上迎圣诗387首，应根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咱吟诗员请4号牧师来作导。作为咱领受上帝的祝福，愿相信愿望的上帝，因为恁真人的信心，以及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显明的信息救恩，将逐款的平安、喜乐充满恁的心，互恁通过信心满有愿望，继续伫这个不安的世界以及生命中间，超找对主耶稣基督所来的平安，而且将这个平安分享出去。阿门。祝歌。
天乐绿岛。咱请起立，互相请安，圣诞恭喜。